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、96节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55节到66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委屈。这一礼拜是大斋节期最后的几天。咱读经也开始进入伫迄个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阶段。咱拢知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安静的羊羔，虽然受真委屈，伊犹原坚持这条受苦的路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为着要来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。基督徒领受着安尼救恩，求上帝赏赐恩典，互咱会当就算是面对头前的乌云啊、困境啊，咱犹原会当赢过生活中间侪的无顺利的所在，靠主来得胜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55节到66节。上主啊，我对深坑底来求叫你的名。你捌听我的祈求，求你毋通塌捌耳孔，听我喊叫的声。我呼叫的时，你有挽讲我，甲我讲毋免惊。主啊，你捌替我伸冤，赎回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你有看见我受委屈，求你宣判我正直无罪。你知对敌安怎来怨恨我？图谋要害我，上主啊，你有听见因勒骂我，知影因害我的计划无？你听见我对敌规日攻击我的话，甲因要陷害我的阴谋。你看，对早起到暗暝，因不时唱歌来伤我。上主啊，求你照因的行为报应因。求你因为因心意，甲因咒诅，求你发大受气来对入因，甲因对上主你的地来消灭。咱的生活委屈吗？咱得爱记得耶稣基督，确是因为无罪，为着咱来受委屈。只要咱愿意接受伊的牺牲甲伊的救恩，咱就一定会得救。接受基督，咱的委屈就会消除，咱就会当得到甲基督同过活的恩典。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安尼讲：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途，伊行伫头前，门徒感觉真奇怪，对伊的人真惊吓。耶稣搁一建议来带12个使徒去边仔。将因底要拄到的代志甲因讲，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合教师，因会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，因会甲伊喜人配烂、鞭拍、害死，3日后伊会复活。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。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起，我的心神、我的身躯衰烂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我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所有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里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上。我听见真侪人死价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。因惨伤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犹豫要挽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。
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主爱来拯救我。恳求听阮的病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羊羔的救恩，阮会当得到甲基督同佮我的恩典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